Hello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。你知道吗？历史有时候不只是一堆冷冰冰的数据和年表，它其实是由无数个人的血泪，还有那些被迫做出的艰难选择交织而成的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把时间倒转，回到1947年3月的台湾。我们会透过作家胡长松的2篇文学作品《枪声》还有《金铺血案》，用人权跟法律的视角带大家去看看，当一个社会的法律秩序彻底崩溃时，真实的生活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们会一起深入探讨，在国家暴力的绝对斩压下，普通人面临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法律无力感，还有根本无从选择的道德困境。好，那我们马上来看看今天的解析路线图。首先，我们会看当时法律秩序是如何崩解的，接着了解许医师面临的医疗道德两难，再来看看少女彩玉被迫参与的残酷审判，最后我们会把这一切总结起来，探讨它对生命、法律与集体创伤带来的深远影响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直接开始吧。第一部分，我们就先来谈谈所谓的法律秩序崩溃到底是什么样情况。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，这是1947年3月的高雄。要看懂这2篇故事的主角在挣扎什么，我们就必须先了解这个大环境。这是一个系统全面失灵、正当法律程序荡然无存的恐怖时刻。你看事情恶化的有多快？3月1日，大家还只是从收音机听到外地动荡的消息，结果才过3天，3月4日，街上已经传出枪声了，市民甚至得自己组成治安队来自保。接着到了3月6日，彭孟吉司令的部队直接从寿山冲下来，进行无差别的扫射。文官统治的秩序在短短几天内就被武装力量跟军事戒严彻底抹除。到了3月9日，事情荒谬到连看守所要放人都完全没有标准可言了。在这个法律荡然无存的环境里，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错位。就像文本里清楚呈现的，原本应该是要维持社会秩序、保护人民的国家军队，竟然反过来变成了闯入民宅抢劫、施暴，甚至随便在街头执行死刑的加害者。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2位主角，他们一睁开眼就必须面对的无底深渊。接着进入第2部分，来看看许医师的医疗道德两难。我们先把目光放在《枪声》这篇故事的主角许正雄医生身上。他是一个25岁、受过高等教育的留日牙医，但在那个疯狂的历史时刻，他的学历、他的社经地位根本保护不了他。他面临的是一种绝对的无力感。故事一开场，许正雄就被关在寿山底下的看守座里。文编底的感官描述真的非常有画面，那个拥挤的牢房里混杂着干涸的血腥味跟排泄物的臭味，犯人们又饿又累，只能在半昏迷的状态下听着士兵走进来随便点名，然后山壁那边就会传来枪响。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，没有起诉书，没有法官，你的生死就像是一场盲目的抽签。这里有个细节非常值得我们注意，许正雄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，结果呢，一名外省居官竟然随随便便就把他给放了，而且是冷冷地丢下一句：签完名你就可以滚了。这句台词听起来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，它完美暴露了当时法律理性的彻底丧失。你看，一个人的生跟死完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，全凭掌权者当下的心情。前一秒你还在等死，下一秒你却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重获自由。但让人绝望的事情还没结束。许正雄的父亲是当时的市参议员。3月6日那天，他为了替市民寻求和平，跑去跟当局谈判。结果在躲避军队无差别扫射的时候，就在许正雄的眼前被军队开枪打死了。他的父亲是用自己的身体跟鲜血护住了他。这段把国家机器对生命的漠视，以及对和平谈判的背弃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经历了这么惨痛的打击，故事接着把许正雄推向了一个极度讽刺的道德十字路口。大家想想，他才刚从屠杀里死里逃生，亲眼看着爸爸被杀，但他身为一个医生，现在却被要求去医治那个下令镇压的要塞死领的母亲。这真的是极大的讽刺，对吧？一边是他立下的救人誓言，另一边却是这个病患的儿子在外面制造的血海跟尸体。在国家暴力面前，他的医疗专业反而变成了一种残忍的折磨，把他做选择的尊严剥夺得一干二净。
第3部分，让我们切换视角，来看看少女彩玉被迫参与的残酷审判。如果说许正雄面对的是专业伦理的撕裂，那我们第2位主角金铺血案里才14岁的少女彩玉，经历的就是纯真年代的瞬间毁灭。彩玉的遭遇同样发生在3月6日。那天傍晚，几个蒙着脸的士兵闯进他家在大沟边的玉宝山金铺。士兵抢光了所有黄金，这已经够糟了。但更残暴的是，他们拿到钱之后，竟然毫无理由地朝彩玉父亲的胸口开枪，当场打死他。妈妈扑上去也被开枪打中，隔天就因为失血过多过世了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彩玉成了一个目睹国家恐怖暴力的孤儿。但是这场暴力的噩梦还没醒。几天后，宪兵押着一个满脸恐惧的嫌疑士兵来到彩玉家门口，直接上演了一场骇人的法外审判。他们是怎么做的呢？首先，宪兵大声威胁这个14岁的小女孩和她的表姐，说如果他们不指认这个人，就要用诬告罪把他们给枪毙。在这种随时会没命的极度恐惧下，彩玉只能点头。接着第2步，下一秒，宪兵直接就在大马路上朝那名士兵胸口连开2枪，当场处决。在这种时候，所谓的正当程序，说穿了只是掌权者用来掩饰暴力的遮羞布而已。在文本这再有一段描写，真的是充满了极致的讽刺跟悲剧感。当彩玉被逼着点头指认的时候，他的脑海里竟然一直回荡着学校教的那首欢迎歌。台湾今日庆生平，600万民同快乐。在暴力的枪口下，一个14岁的少女就这样被逼成了国家杀人机器的共犯。这首歌那种欢乐的旋律，对比的现实里残酷的当街杀人，真的是让人非常心碎。这篇故事的结尾留下了一个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细节。那个被枪决的士兵，他的鲜血顺着艇仔脚流进了金铺，就留在几天前彩玉父母倒下的那同一块磨石子地板上。加害者的血跟被害者的血就这样混在了一起，空气里弥漫着同样的火药味跟血腥味。这种把暴力具象化的写法，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种历史创伤的重量，也看到暴力是如何不断循环，深深烙印在无辜人民的生活里。最后，我们来到第4部分，生命、法律与创伤。现在让我们把这2个故事放在一起看，这真的完美诠释了人在极端环境下的道德困境。你看，25岁的许医师，他被迫用自己的医疗技术去延续那个压迫者亲人的生命，而14岁的彩玉呢，则是被国家的死亡威胁逼着，成了夺走另一个底层士兵生命的推手。他们2个人的处境看起来刚好相反，但其实是一样的令人窒息。在这种极端的状况下，不管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人，还是手无寸铁的小女孩，你都没有选择的自由。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这些故事拿出来谈？因为这告诉了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当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彻底崩溃，变成掌权者拿来杀人的工具时，普通老百姓是怎么被困在这种根本逃不掉的道德陷阱里的？许医师跟彩玉，他们都掉进了一个法律的真空地带。在这里，保护人民的机制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暴力把人的生命价值跟尊严完完全全的踩在脚底。在今天这场解析的最后，我想请荧幕前的你一起来想一想，当法律不再是保护弱者的盾牌，反而变成国家用来施加暴力的武器时，一个经历过这种集体创伤的社会，到底需要花多少个世代的努力，才能重新找回我们对正义还有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呢？希望今天的解说能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思考，也让我们一起持续关注历史与人权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。